来看台南市中西区市定古迹林百货5楼厝顶的查户板哦，总有一寡红门土落落来，去撼到一台停伫路边的车，加载是无人着伤。市政府初步了解哦，可能是天气连面冷、连面热，变化相大造成的。 大型的吊车一透早就就位，工人嘛来到林百货5楼的外墙顶面详细检查。除了针对已经出现6月份野的互动板下骹进一步修正之外，就连另外一边的互动板嘛做伙检查。现场落落来暗木土地，大部分拢是90外当前的旧有建材，初步判定是因为建筑物表面热胀冷缩，佮加上强风伫吹，互动板的主体外口是落落，好佳在是无人受伤。研判它疑似是因为最近几天的那个温差很大哦，那冷热交替的结果，热胀冷缩的一个所造成的一个影响。林百货是建于日本时代1932年，不但是当时台南市上悬的建筑，内面也有罕见的商用电梯，14档的营业时间，行真高端的消费路线。后来是日军战争，甲用途坐厝转换。2013年1月是完成修复，到现在已经超过11档。这次代志发生了后，续落来文化局就要邀集文主审议委员、甲相关的专家学者讨论后小林百货建筑的检修甲维护，启动高级修复程序。这个案子呢，我们也审查了10多年了，可以讲说，在整个安全使用是无虑的。可是那个剥落难免了，我觉得因为年久嘛，那时候，而且那边墙刚好是以前那个炸弹有扎到的旁边的，所以也有可能会有点剥落。昨天经过的时候还没有整修，然后所以才想说今天来看。那他如果一发现有一些危险，他来整理不是蛮好的。因为林百货已经是委外予外地百货业者。目前因为未受到影响，另外对于现场因为建材落落来讲到车辆，文化局嘛甲车主是有联系，后续将会积极来联系处理相关损害赔偿的代志。记者王正混蛋报道。